你有冇試過一出自己屋企大門，抬頭一望，發現正有部俗稱天眼嘅閉路電視對正你嘅門口？你每日幾點返工返學，買咗咩餸，邊個朋友嚟探你，全部都俾管理處拍得一清二楚。更誇張嘅係，有啲屋苑打住加強保安嘅旗號，連每層樓嘅公共走廊啦、防煙門後樓梯，甚至垃圾房門口都裝滿晒密麻麻嘅鏡頭。當你覺得私隱被侵犯，行去管理處投訴嗰陣，個法團主席同埋物管經理通常都會擺出一副大公無私，甚至乎嫌你多事嘅嘴臉，大條道理咁樣駁斥你。我哋都係為咗保安咋，裝多幾部 CCTV， 一來可以防止賊人嚟踩線，二來更可以捉到啲亂抌垃圾同埋塞住後樓梯防煙門嘅人。我哋為咗大廈嘅整體利益同埋安全先咁做㗎咋。如果你行得正企得正，驚咩俾人影到啊？除非你作賊心虛，做咗虧心事啦。我想同全香港嘅業主同法團委員講，大廈保安絕對唔係無底線嘅藉口，大廈管理更加唔可以保安大晒。喺香港現行嘅法律下，法團同埋管理公司如果未經審慎評估，盲目喺大廈每層走廊同埋後樓梯安裝過多嘅閉路電視，唔單止無法令大廈更加安全，反而親手幫法團裝設咗一個隨時觸犯刑事條例、隨時被官方起訴嘅私隱大炸彈。今日我會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專員公署指引同埋法庭真實判例，幫大家拆解呢個全屋苑監控嘅法律盲區，教大家用3招合法嘅手段逼法團拆走違規嘅鏡頭，還你一個有尊嚴同埋私隱嘅安居之所。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片，大家好。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 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喺呢個頻道，我會用行內人專業嘅角度，幫香港業主拆解各式各樣嘅屋苑管理難題。想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層樓，記得訂閱我呢一個頻道，點讚呢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好啦，我哋講返正題。法團同埋管理處喺未經諮詢嘅情況下，私自喺每層走廊同埋後樓梯安裝大量嘅 CCTV。到底踩中咗香港邊幾條法例呢？等我而家立刻抽出嚟講啦。法例1，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資料第一原則。好多人以為 CCTV 影到嘅只係畫面，唔算個人資料。如果你咁樣諗，就大錯特錯啦。根據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如果閉路電視系統拍攝嘅影像係能夠清楚辨識得到特定人士嘅身份，並且將錄像儲存起嚟，例如管理處硬碟會保留7至14日啦。呢啲嘅錄像喺法律上就認定為個人資料啦。根據條例下保障資料第一原則，收集資料必須有合法嘅目的，而且資料量相對於嗰個目的係足夠，但係唔可以超乎合適度嘅。雖然根據香港行政上訴委員會嘅判例 AAB No.7/2019，法團基於整體嘅保安用途，喺走廊安裝鏡頭，出發點係合法，但係法庭亦都畫咗一條紅線，安裝鏡頭必須要有實際嘅需要，而且絕對唔能夠變成針對個別住戶嘅持續監控。如果嗰層樓長年治安良好，冇發生過任何罪案，法團無端端裝多嘅鏡頭全天候射住居民出入，喺私隱專員公署眼中，通常就會被認定為過度收集個人資料，咁做係直接違反咗條例㗎。第2條，直接踩中咗私隱公署嘅閉路電視監察措施指引嘅3大紅線啦。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公署發出過非常明確嘅指引，大廈每層走廊同埋後樓梯安裝嘅鏡頭通常都會犯齊以下3條紅線嘅。第1條，侵犯咗合理嘅私隱預期。居民對於自己屋企門口擁有極高嘅合理私隱預期係好正常嘅。指引明文規定，CCTV 係絕對唔能夠影到住戶大門口裏面私人空間。如果電梯大堂又或者走廊鏡頭會影到住戶開門之後屋裏面嘅情況，即屬嚴重侵犯私隱㗎啦。第2條，冇進行私隱影響評估。指引要求法團喺安裝鏡頭之前，必須先客觀評估有冇比 CCTV 更少侵犯私隱嘅替代方案，例如加強保安巡邏、改善照明、加裝密碼鎖等等。如果法團冇做過評估就直接貪方便安裝鏡頭嘅話呢，喺程序上已經屬於唔合規㗎啦。
第三條就係冇張貼明確嘅告示啦。如果管理處喺安裝咗鏡頭嗰一層走廊冇張貼清晰顯眼嘅閉路電視告示，明確話俾居民知道嗰一層係受到監察、影像收集嘅目的，同埋邊一個係資料查閱負責人，就屬於暗中監察。咁樣做喺法律上係嚴厲禁止㗎。第三條法例就係違反咗保障資料第4原則。後樓梯同埋每層走廊嘅 CCTV 係會記錄到大廈所有居民每日嘅生活私密動態嘅。根據私隱條例保障資料第4原則，資料使用者必須採取切實可行嘅保安措施，防止個人資料喺未獲批准情況下被查閱或者處理嘅。如果管理處內部管理不善，例如保安員私自用手機拍攝 CCTV 畫面放到網上公審，嘲笑街坊，又或者系統密碼太弱，俾黑客入侵，導致到錄像外泄，法團同埋管理公司咁就會直接違反咗第4原則㗎啦。根據條例第66條，受影響嘅業主係有權向法團同埋管理公司提出民事訴訟，索償精神受損同埋實質性經濟損失。到時賠償金同埋大律師費係要全大廈小業主一齊承擔㗎。為咗俾大家一目了然，我將大廈唔同位置安裝閉路電視嘅合法性同埋合規要求整理成為呢一個表，大家可以利用呢幾秒嘅時間截圖落嚟，喺之後嘅時間再慢慢睇。如果我哋發現自己屋苑嘅法團同埋管理處好似神經病咁喺每一條走廊、後樓梯攬裝 CCTV， 我哋作為普通嘅業主應該可以用啲乜嘢嘅法律去保障自己同埋屋企人嘅私隱呢？第一步就係向管理處發出私隱查閱同埋合規質詢信啦。你唔好淨係用把口同保安員嘈交，你應該立刻白紙黑字寫一封正式嘅信件俾物管經理，同時抄送到去俾法團秘書。信中係要咁寫嘅：就管理處於本層公共走廊、後樓梯加裝閉路電視一事，由於該鏡頭之拍攝範圍已覆蓋波及本人的單位大門口，嚴重侵犯本人及家人的合理私隱預期。根據私隱專員公署指引及相關判例原則，本人現要求管理處在3個工作天內書面提供： 1. 法團安裝此系統之前私隱影響評估報告； 2. 證明本層曾發生嚴重治安問題而必須安裝監控之具體記錄； 3. 如何確保該錄像符合保障資料第4原則不被外泄之防範機制。如未能提供合理合規解釋，本人將認定此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資料第1原則，並會立刻向私隱專員公署作出正式實名舉報。呢封信喺法律上叫做攻其必究，因為物管公司嘅法律部一睇到呢一封信引用私隱條例同埋判例嘅質詢信，就知道駐場經理就搞出咗個大頭佛啦。為咗避免官司，物管公司通常都會立即下令將鏡頭調整下角度，又或者直接用黑膠布將拍到你門口嘅鏡頭範圍遮住。第二步就係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實名舉報啦。如果法團主席同埋管理處嘅態度依然囂張咁話，我哋開咗會通過咗，你冇權反對，咁樣你就完全唔使同佢哋客氣啦。立即準備好2樣證據：第一，影低走廊鏡頭對住你門口嘅相；第二，管理處拒絕理會你嘅書面回覆。揸住呢2個證據，直接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網站填寫投訴表格。私隱公署收到投訴並且確認涉及違規之後呢，佢哋就會啟動官方調查，直接派執法人員落嚟大廈管理處抽查 CCTV 影像同埋 server 記錄。一旦發現鏡頭真係收集過度，又或者拍攝到住屋企裡面嘅情況，私隱專員係會對法團發出執行通知，強制勒令法團限時拆除，又或者關閉咗呢一個鏡頭。如果法團唔遵從執行通知嘅話，即屬刑事犯罪，相關委員最高可以被罰款5萬蚊同埋監禁2年㗎。第3條就係引進條例附表7，喺大會上發動停止濫用保安資金議決。每層樓安裝嘅 CCTV 係需要動用大廈大筆嘅管理費或者儲備基金去買機、拉線同埋每月嘅保養費㗎。根據香港法例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第20A 條同埋附表7規定，大廈所有重大嘅財政開支同採購都係受到全體業主監管㗎。你可以同其他鄰居喺屋苑群組凝聚共識，
指出法團喺冇必要嘅地方濫用大筆公款安裝鏡頭，浪費全體業主嘅血汗錢。你可以聯署喺下一次嘅業主大會上面提出議案，要求法團立即暫停非必要樓層嘅閉路電視嘅保養合約，並且將有關嘅資金撥回大廈日常嘅儲備。當法團主席睇到民怨沸騰，而且財政開支俾業主大會卡死嘅時候，佢哋自然只能夠乖乖地認輸，將呢一啲違規嘅天眼全部拆走啦。安全安心嘅居住環境係每一位香港業主都希望擁有嘅，但係真正嘅保安係建立喺尊重法治、尊重私隱同埋合理嘅程序公義之上嘅。如果一個法團同埋管理公司見到高空雜物同埋管理黑幕就做鵪鶉，但係轉過頭嚟就用高科技嘅 CCTV 鏡頭去監控每一位交管理費嘅普通街坊，呢一種嘅管理方式本質上就係本末倒置、侵害人權。我哋交管理費係聘請管家嚟保護大廈，而唔係聘請獄長嚟監守自己嘅。學識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去捍衛自己出入屋企嘅尊嚴同埋自由，咁先係真正嘅理性維權。如果你住緊嘅屋苑最近都出現管理處瘋狂安裝鏡頭，又或者有天眼正正對住你屋企門口，因為咁樣而想向我諮詢嘅話，非常歡迎你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留低你屋苑嘅名，現時遇到大廈天眼私隱危機，我會用我嘅經驗同埋知識喺留言區盡量幫大家出謀獻策。想繼續學識點樣用法律同埋專業知識保護自己層樓，唔好再俾人當水魚咁劏，記得訂閱我呢一個頻道，點讚分享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最後我都係做翻我慣例嘅保險動作先。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大廈私隱同埋天眼防盜常識，純粹屬於我個人經驗同埋法律觀點分享。雖然我教大家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去拆解違規監控，但係每棟大廈嘅公契對保安合約、日常運作開支嘅授權上限，以及每層走廊嘅實際建築結構防線都各有不同，所以呢啲嘅內容並唔構成任何正式嘅法律訴訟指引，亦唔代表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民政事務總署又或者土地審裁處嘅官方最終調查意見。如果大家嘅屋苑正係面臨非常複雜嘅侵犯私隱或者物管合約糾紛，請務必尋求持牌執業律師嘅獨立法律意見。保障私隱係要緊，但係每行一步都要行得合法穩陣。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哋下期見，拜拜。